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翻呢一支蒸露烏龍茶啊。佢嘅特別之處就係無糖、無風、冇防腐劑、冇人工色素。呢一支烏龍茶嘅飲用嘅時間咧，就係喺朝頭早啱起身嘅時候啦，同埋喺翻工即係放工之後咧，即係休息嘅時候啦，同埋即係啱做完運動啦，就幫助身體回復體力啦。同埋食完飯嘅時候咧，就可以解油消滯嘅。烏龍茶啦有唔同嘅功效啦，就第一個就係促進身體嘅代謝同埋體重管理。烏龍茶入邊嘅茶多酚同埋咖啡因可以協同埋加速身體入邊嘅新陳代謝咧，可以幫助促進身體入邊嘅脂肪分解，亦都可以。烏龍茶可以幫助身體保護心血管健康啦。研究指出，烏龍茶嘅聚合多酚可以幫助腎臟咧去減低損害啦，跟住去對於降血壓啦同埋維持心血管順暢嘅。第三樣咧就係舒緩壓力同埋提神啦。烏龍茶入邊嘅茶氣酸可以幫助大腦平靜、舒緩身體緊張嘅情緒啦，同埋提升專注力嘅。烏龍茶呢一支佢特別就係佢無糖啦、無色素咧，適合唔同人士飲用嘅。即係同埋烏龍茶佢喺即係佢又要係熱同凍都飲嘅，即係唔需要話專登個温度就對支茶就都係咁飲嘅啫，即係對個温度對嗰支茶嘅功用就唔會話有太大嘅影響啦。同埋烏龍茶就可以幫身體去提神啦，就即係對於啱啱起身嘅人就比較好嘅，即係都始終會幫助翻即係去新一日啦，去做一個好嘅開始。呢一支烏龍茶最緊要係無糖同無防腐劑。即係就可以就負擔就冇乜啦，就唔使話驚太多嘅雜質啦。跟住入邊嘅成分都比較簡單嘅，都得水啦、烏龍茶啦、維他命 C 同埋酸度調節劑。呢一支烏龍茶咧喺各大嘅超市同埋各大嘅便利店都有賣嘅。喺今個月30號之前輸入翻頻道嘅優惠碼 GORDON， 即享每一支9折嘅優惠。如果有其他想了解更多嘅話咧，就歡迎留言啦，就多謝大家。